係，又係一條新嘅開箱片。第一個乳液分裝瓶，漏斗，粵語係咪咁講啊？label，第二個固定嗰個髮箍嘅，第三個嚇死，差啲咪扯爛咗。呢個亂毛專用嘅，其實我係隱性亂毛啊，嘥咗前2年嘅冤枉錢去散攞電髮。第三個無力解決問題，空罩又係吹呢個亂毛用嘅，不過唔係你上圍用嘅個空罩，係頭髮用嘅。你死啦！驚佢爛，未拆我用乜呢？應該我啲頭髮再長啲嘅話，好用好多。依家仲係有啲短。last 一個嗰啲球，話咁快又開完，下條片見，拜。